Tony 師傅，Tony 師傅，星期五係春分啊！聽啲老人家講咧，唔知要做啲乜嘢咧，會行好運噶喎。究竟要做啲乜嘢咧？係啦，嗱，首先同大家講咩叫春分先。嗱，春分咧喺我哋嘅地球嗰度咧，同太陽咧啱喺正一個位置嗰度。呢個位置咧係令春分嗰日咧係啱係日頭同夜晚係啱每樣一半時間嘅，嗰日就叫春分啦。咁最特別係咩咧？由春分嗰日開始咧，日頭咧係每一日咧都會比夜晚會再長啲嘅。所以日頭可能每一日咧就個時間會越長啦，就咁樣啦，就由春分開始啦。咁以前春分啲人係做啲咩嘢咧？以前春分咧，由以前係呢個農業嘅社會嚟噶嘛。春分以前咧就攞嚟嗰日開始就攞嚟播種嘅。嗱，播種之後咧就可以咧夏天咧就開始啲植物啦生得越大啦，咁啊秋天就可以抽收啦。咁所以我哋就分開春分嗰日咧開始播種。咁但係咧，原來播種之前，首先要將啲農地啦挖好先嚇，咁啊開始播種啦。咁仲有啲人話春分要做啲乜嘢會更加好咧？嗱，原來咧以前咧有兩嘢最重要兩樣嘢先嘅。第一係做啲咩咧？原來係將屋企裏邊有一啲腐爛咗嘅食物，或者咧有啲腐爛咗嘅生果啊、蔬菜啊嗰啲嘢咧，如果唔要咧，就要喺嗰日咧就要抌咗佢噶啦，或者一啲咧。死去嘅動物嗰啲啦，如果唔要咧，嗰日就要抌咗佢，要清走晒佢噶啦。嗰日開始就要春分嗰日要做噶啦。咁另外做啲乜嘢咧？嗱，原來以前啲人咧會飲一啲叫春湯，或者叫食一啲叫春菜嘅嘢嘅。咁春湯同春菜咩嚟咧？原來咧係每個地方唔同嘅最新嘅植物、最新鮮植物，好似有啲人食啲咩枸杞啦，有啲人都會食一啲叫做春菜啦。或者有啲人食一啲叫春筍啊筍嘅嘢啦，咁嚟做春菜嘅。咁其實春湯咩？春湯其實同頭先所講春菜差唔多，但係就會加啲肉嘅片落去嘅，咁啊叫做春湯。咁以前啲人咧春分時候就會食呢啲或者飲呢啲湯噶啦。咁另外啦，仲有啲嘢要做嘅喎，做啲乜嘢咧？原來咧就係以前啲人咧會許願。咩叫許願咧？嗱，原來以前啲人咧春分嗰日咧會去做啲咩？叫放風箏啊！放風箏喺個風箏嗰度咧，然後將啲你自己咧一啲願望可以寫落風箏嗰度嘅，因為放上天上邊，咁跟住放嘅時間咧，就不停去諗住你嗰個願望，咁天上邊咧就會接收到呢個願望，就會特別容易達成噶啦。仲有最重要嘅，原來係做啲乜嘢咧？原來春分嗰個日咧，好多人咧做一個叫立蛋。咩叫立蛋咧？原來咧就係將隻蛋擺喺張台度，就會慢慢咧佢就會垂直咁樣唔跌嘅，嗰個叫做立蛋。咁但係咧好得意喎，立蛋咧原來咧係要最好揀春分，今個月就係3月20號春分呢一日咧，你可以揀最好嘅時間係咩咧？就下晝嘅5:01開始做呢個立蛋呢樣嘢。如果咧你立蛋你擺得隻蛋唔跌嘅時間咧，哇！咁你就會有一個好嘅練㗎啦。咁所以咧你可以喺屋企試下做下，要揾新鮮雞蛋啦，當然啦。咁你記住，你翻去試下做一個立蛋呢樣嘢。如果立得到咧，唔跌嘅咧，即係唔會跌低嘅咧，你係代表嗰年咧就全年都一個好運行啦。嗱，咁大家記住春分呢樣嘢。咁你哋可以記得3月20號好快就嚟啦，星期五就到㗎啦。咁記得去試下做呢幾樣嘢。咁啊，祝大家咧嚟緊2026年咧身體健康，事事順利。好，遲啲見。